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美国前总统 Trump 1月20日就要就职立法院长韩国瑜的带团去参加，今仔日赖总统见访问团也交代有关民主甲台美合作的3项任务。回答执行长吴玲坤今仔日下晡去台中潭子参加食品工厂的开幕式，也若讲到台湾回答总部到底要起伫倒，吴玲坤讲今嘛还未决定。台湾诗人李奎贤伫1月15过身，食到87岁，伊对台湾本土文学有真侪贡献，在生的时摕过侪项文学奖，是台湾文学界的先辈。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月16日 AM 新闻，我是麦尚英。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美国前总统 Trump 1月20日就要就职，咱的总统赖清德是派立法院长韩国瑜带团去参加。今仔日赖总统见访问团也交代有关民主甲台美合作的3项任务。针对目前咱的立法院在冲突，赖总统是强调讲，即马上界重要的就是团结，期待韩国瑜会当用智慧来化解。应该送我一顶假发的，很冷。看到赖总统送的保温罐甲有小包，立法院长韩国瑜一个开喙，大概是笑假。下党派庆贺团会伫18出发去美国，参加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就职典礼。即马国会纷纷扰扰，外界讲即个见面是调野林和解加比。赖总统嘛特别强调讲，不分党派对外应该团结。在福尔摩沙，没有什么仇恨放不下。也没有什么不快过不去。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团结，因此我非常期待台湾能够团结，团结真有力。赖总统嘛交代庆贺团3项任务，传达台湾人民的祝福，也有对民主坚定的承诺，嘛希望会当建立台美关系新的路站碑。不过，韩国瑜伫致辞的时阵，并无讲到调野，是讲台湾的安全。这一次可以说立法院4龙4凤，精英全出，就是传达一个心声。我们整个台湾的安全，就像一张桌子的4只脚，第一只脚保护中华民国，第二只脚保护自由民主，第3只脚维护美台关系，第4只脚维护两岸和平。整个气氛其实都非常的好，我们也认为赖总统有机会应该多跟在野党，无论是喝咖啡也好，用不同的形式，大家多沟通。那个气氛是温暖而愉快，在国会有共识的部分能够通过啊，那有歧义的部分怎么化解？大家交换了一些意见。来参加的内地立委讲，闭门会谈气氛袂歹。嘛有讲到有关总预算提案，拢总3296案协商的进度。那也立委当面甲赖总统表达，希望调野会当增加互动，而且好好来沟通。公视新闻台北报道。来看美国对咱的军事进度，其实有去称到，包括战机、战车，也有飞弹等等。全国外顾问瓦尔兹是表示讲，会斟酌来追踪进度，希望会当赶紧交予台湾超过200亿美金的装备。咱的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讲，咱甲美国所买的66架 F-16B，头一架已经装好势，希望3月就会当完成测试。台海无边境国防部10日发布，查到强机10台，其中6台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咱北部甲西南空域，各加6架强弹绕台，国军备表甲强军拍消磨战，加速机弹的损坏，真需要新式的武器装备。不过看美国积压的军购项目，包括 F-16V、M1A 两体战车、换地汽车飞弹、AGM-1544精准弹药，美国全国的顾问瓦尔兹嘛讲，应该赶紧交付予台湾。We have over a $20 billion backlog of things that they paid for, and that we need to work hard to free up and have them get what they paid for as a deterrent measure. 有看到瓦尔他讲说，他希望能够加速尽快的交付，我们乐见看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进一步看国军买66台 F-16V， 预定2026年全部交付。头一台本来是去年出厂，却无消息。国立雄16证实，头一台组装完成，希望3月完成测试。毋过搭配的56粒 AGM-1544飞弹，交付时间为2025年延到2026年。若是 M1A2T 战车嘛是2026年底前交付。副驾载头一批38台，去年底到台湾。换伫虚测飞弹拢总400粒，预定2026年底交118粒，剩272粒会伫2028年底前交运完。面对两岸情势这么紧张，专家认为应该要优先强化空防。斯洛伐克和巴林已经交机了那我们台湾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居然还要排到第3位。中共他每天都来绕台，对不对？那我们的飞机都要升空去伴飞这对我们基建的磨耗非常严重。尖水南国造预算，国民党团决定保留2亿，冻结18亿。国立雄讲，无希望尖水南预算删减。毋过海军号传出靠港测试中断，外界烦恼敢有法度赶上明年4月的海测。还是希望这个整个 HAT 的一个测试的项目还是能够如职的进行。国立雄讲，会伫安全稳健的情况下，确保港测拢到位，才会进入海测。目前各项测试拢按计划伫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回答公司的执行长黄玲芬当半当游哥来到台湾，今仔日下晡伊是去到台中的潭子来参加食品工厂的开幕式，伊也去拜访董事长蔡其文。黄玲芬是表示讲，这食品是 AI 产业当中真重要的合作同伴。也若讲到这台湾回答总部到底是要去伫倒咧，黄玲芬表示讲，即马还未决定。青椒白披萨回答执行长黄仁芬过半冬，16搁一摆来台湾，第一站选伫台中，参加食品伫台中潭子新工厂的落成。热情的掌声！细品精密台科厂正式启用。食品董事长蔡其文讲台，会当看出这2个科技产业的龙头互动是有够密切。食品是日月光刀控机械的封测大厂。黄仁芬讲，为着要伫 AI 产业加速布局，即摆嘛会含相关产业要合作的好朋友来会面。黄仁芬讲，若无优秀的团队和供应商，回答嘛无可能成长。伊嘛向食品的团队表达感谢。And NVIDIA, CW, and myself, we ha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for 27 years. Over the years, we have grown into very large companies together. Our business with Spill will be almost 10 times as big as it was 10 years ago. 我们是后端跟测试的服务，前面是那个微波方式，我们是做后端。那现在整个那个环境改变，所以那个要的其实是越来越复杂。黄仁芬的专机伫进前一到台中机场，就受到群众的欢迎。黄仁芬讲，这绝是第一摆来台中，感觉真欢喜。另外，佮伊问到台湾总部的选址，黄仁芬讲，目前已经有真侪真好的提案。NVIDIA's grown a lot in Taiwan, and we need a much bigger site. And so if you know of nice property, let me know. I would like to build a very beautiful headquarters here. 对各县市拢积极向黄仁芬来握手，希望伊会当来。伊讲当积极在做选址。黄仁芬即摆来到台湾的第一暗，暗算嘛照往例，同款去洗夜市啊，会去逢甲夜市啊行行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经济好消息，咱的台积电去年第4季是创纪录大赚钱。今仔日下晡是来举办发说会，公布第4季的财报，拢总是收入8684亿。另外呢，这每一个也来赚大票14块外。预计2025年这 AI 产业若准搁加催咧，台积电的市占率可能会搁加10%。总裁有跟黄仁勋执行长约吃饭吗？回答执行长黄仁芬来台湾参访。台积电嘛，伫董事长魏德嘉的带领之下，发布去年第4季的财报，合并营收有到8684亿6千万，一个月获利是大票14.45块，创下新高。甲去年同期来比，营收增加38.8%。不过外界搁较关注晶圆代工2.0的概念，甲封装、测试、光大制作产业包括在内，敢会烦恼有规划旁的问题，伫业界触发反两端的感况。魏德嘉强调讲，市占率也无算悬。
因为2025年台积电按算伫咧 AI 强势成长之下，将以台港2.0会当达到10%的成长。2025年资本异股支出嘛要挑战新纪录，平均达到400亿美金。另外，伫咧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嘛要采用 A16等更较先进的技术，不过上先进制程会留伫台湾。We want to ramp up the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in U.S., but that practically i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So Taiwan will always be first. 针对美国新政府特别上任，外资嘛关注新关税政策对台积电的影响。Let me assure you that we have a very frank and ope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urrent government and with the future one also. 面对市场的风声，台积电将被方针 CoWAS 去用促销订单。当署长魏大家强调讲，这是人黑白喊的，会拍拼持续扩大生产，满足人客的需求。在发售会进前，台积电台股透早就强势开悬1090块，上悬捌到1115块，上尾收伫1105块，过一天起超过40块。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商会今仔日公布2025年商业景气的调查，有8成会员对咱台湾未来一档的经济的发展是有信心的。另外，在中经院来预测2025年台湾经济的成长率是3.22%。美国总统川普伫美东时间1月20就要宣布就职，各界认为伊是2025年世界经济发展上大的变数。台湾美国商会发布今年商业景气的调查，结果212个受访的会员内底，认为台湾的战略位置、经济环境、甲竞争的优势等等的因素，有80%受访的会员对未来一年台湾的经济有信心。This 80% figure is especially remarkable when it's compared with our survey findings just 6 years ago. At that time, less than 50% of our members were optimistic about Taiwan's future economic growth. This year, the outlook for the next 3 years was also strong. 不过有78%受访的会员也是真关心绿能供应的问题，有82%对台湾未来能源的供应感觉真烦恼，也有52%的会员呼吁政府在未来一年第一要紧的任务就是确保能源充足，显示潜在问题也是存在。现在对台湾的关心最大就是一个半导体，可能台湾呢就被迫要到先进制程，要到美国去投资更多哈，这时候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半导体？如果是它是用通用性的一次性的加增的话，那当然对台湾的冲击会比较大一点。中经院的专家分析，2025年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也是袂歹，带动台湾经济成长率有达3.22%。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就任了后，有关关税、遣返非法移民、降税等等的政策，也是充满无确定性。世界各地对美国通膨的走势看法是真无共款，敢若会当保持观察的态度。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的是，台湾诗人李奎贤在1月15过身，食到87岁。讲到这李奎贤，伊毋但是对台湾本土文学有真大的贡献，同时嘛是翻译家甲工程师。在生的时，伊是真积极甲国际诗坛来交流，提过国内外真侪项文学奖，包括着国家文艺奖，也有韩国的亚洲诗人贡献奖，会当讲作是台湾文学界真重要的崇拜。为黄昏的云彩，看到你的水，台湾，我的家乡，我的爱。诗人李奎贤用母语念出《我的台湾，我的希望》这首诗。伊伫1月15过身，食到87岁，自16岁就开始写诗，也伫1964年加入第一诗社，作品反映台湾社会甲土地。除了创作，伊也翻译过侪外国文学，积极参与国际诗坛，促进台湾和世界的交流。有头前，我照后壁的过安尼啦，我是安尼来看，所以我就感谢李奎贤老师，因进行的是咱台湾的拍拼，甲国际的交流，无论是伊出去，还是办国际诗人节。这拢有足大的贡献。台湾文学馆也表示，目前馆内一寡点钟手稿、国际诗人批信交流记录，拢是李奎贤老师在生的时阵无私提供。一寡珍贵的物件，拢是台湾文学重要的根。伊个人的诗作创作，当然本身就是贴近土地啊，贴近现实。然后伊特别强调迄种一般人民的生活经验啦，甲伊本身为做工程师出身，其实拢有相关关系，就是讲伊的诗作就会较偏向
理性、冷静，客观，然后也表达得较简洁。台湾文学馆表示，诗人李奎贤一世人得过侪奖项，包括国家文艺奖、韩国亚洲诗人贡献奖等等。因若是诗人，也是发明家，所以过去也捌摕到美国爱因斯坦国际学术基金会和平当白奖。文化部表示，诗人李奎贤透过文学带台湾走向世界，文化部会请总统命令褒扬。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再来看最近伫线顶是出现一篇广告，讲要卖土地，也毋过即个土地煞伫台南白河水库的中央，这是引起大家真大的议论。管理处是表示讲，因为当初是这白河水库咧起的时阵，是敢若征收水面下底的区域，所以水面上的较大也是私人地。徛伫咧白河水库的大坝，远远看过去，一粒水中央的小岛，草木发甲真旺，一点仔都无开发过。而且，若要上岛，还阁爱坐竹排啊！这粒大约15000平小岛，最近委托中人买卖，引起讨论。因那阁送你，你阁无爱啦。因为那无路袂，无拢爱靠船啊啦。种做果也袂当开发啦。免开啊钱去调伫遐，岛主没有错啊，可是我们在那里。也不方便的，就单纯的是要把它做一个尾售，好，因为它目前它是没有用到这一块好的一个风景，这么特殊的一个太阳的一个委托案件哦，让给有缘人。中人表示，这确实是较罕见的案件，不过民众嘛真好奇，水库内底哪有私人的小岛？针对这件代志，嘉南管理处白河水库分处解说讲，迄当阵咧去白河水库的时，敢若征收水面下的部分，也那水面上的小岛有关系属于私人的土地。当初可能那时候政府比较缺钱，就征收109水位以下的土地有征收，上面就没有征收了。限制是因为它是分区起森林用地嘛，是它不可以有任何开发行为。这边是一个孤岛啊，一个孤岛这边你要过去，你要船划。目前伫咧水库有真侪小岛有关系私人所有，也毋过因为伫咧白河水库的自来水保护区、山南区，若要做任何的开发用途，就要依法向主管单位来申请核准。所以若想要来买这粒岛，就要考虑好清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屏东这青皮道顶有影是抓袂了，所以两个县市呢，即马拢开课来训练民众盗掠。也毋过，其实真侪人看到这青道顶，第一反应就是随卡互里长。这里长煞无一定知影讲到底是要安怎来掠，所以高雄市是决定开一个里长专门的掠青道顶培训班。甲青道顶用手固定咧，才甲绑起来。专家当咧教掠青道顶的撇步。这是去年底高雄开的掠青道顶的训练班，只要受训有领证，就会当合法来掠青道顶。训练班推出了后，受到真大的肯定。今年除了要搁办2梯，拢总要收200个人，嘛要另外办互里长上的掠青道顶的训练班。民众发现绿鬣蜥的时候，常常第一时间会寻求里长的协助，所以我们预计在2月17号来开设里长的专班。高雄的青道顶是猫猫蜥，估是去年就掠到5800多只。因现在出现伫咧溪边或者是圳沟边，甲民众生活的范围是真近。市府发现讲，民众若伫咧社区发现青道顶，第一时间拢管系通知里长。若以后眼客文化来讲，真正几啊个里长拢接到民众通报有看到青道顶。亲像仁昌里的里长，就捌1个月内接到10通电话，嘛互伊决定要来报训练班。其实我们之前抓到，我们也不晓得要去哪边给他放生干嘛，我们没有一个渠道管道去做任何的一个安置他，所以我们给他之前给抓，又给他放回去而已。不过，真做基层的里长，嘛有人希望讲这项工课莫搁加伫因的分数顶，因为平常时啊在地工课都已经真济啊。里民的服务哈，我们是比如说抓猫抓狗已经很多了，又现在要抓了绿鬣蜥哦，觉得说比较超过我们的范围之内啊。今次要参加是尊重个人的意愿。农业局讲，顶一日已经提供报名表，予各里的里长，按算要招120个人。头一梯会伫2月17开课，目前报名的人数已经超过一半。来登记的人若是有够多，也会继续来开班。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的警方接到检举，讲有人放广告假咧卖冰淇淋，也毋过寄来的煞是毒品。警方是抓到3个嫌犯，现场超出上百包的毒品，也有现金140万。专案是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警方举枪冲入这间透天厝，内底嫌犯看到警方讲入来，哪像阁想要敲电话通知共党的。不要手机，不要手机，不要手机，警方甲嫌犯压制，超出大量的现金，也阁有真济已经装好势的独家背包。辛苦吧。还没收身，右手伸上来。台中刑大接到民众通报，伫咧网络顶看到有人要卖出名品牌的冰淇淋广告，佮强调讲有买5送1的优惠。不过订回了后，送来才发现不是冰淇淋，是毒品假背包。贩毒集团透过网络社群软体兜售毒品，毒贩为了躲避警方的查缉，竟然以知名甜点、冰淇淋品牌作为一个幌子，使用迷你杯、欢乐桶等等的暗语去推波销售毒品。警方对这发现，这个卖毒的集团利用出名冰淇淋的品牌做口罩，伫咧网络顶透过通讯软体卖毒。顺线追查了后，锁定嫌犯的徛家，分做2波行动攻入去，超出140万的现金，也有111包的独家背包。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非法制造、贩卖毒品者，最重可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警方抓到姓林、姓张、姓何3嫌犯，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上班。检方认定犯罪重大，甲法院上请羁押。目前3个人拢已经收押。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咧，先来关心的是以哈冲突到达已经15个月，即马总算由卡达、埃及甲美国做公亲来决定3阶段的停火行动。第一阶段是对1月19开始，拢总是有42天。这当中是会看这停火状况来准备第2甲第3阶段的谈判。哈马斯即马嘛同意伫第一阶段要来释放33个人质，也若这个以色列的军队也会撤离加沙人口较侪地区。为约旦河西花到加沙，也有伫世界各地巴勒斯坦人听到达成停火协议的消息，大家是拢走出来外口庆祝。اليوم الحمد لله تتنسم جزء بسيط من تخفيف بعض المعاناة عن أهلنا وعن أحبابنا。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协议的内容，第一阶段为1月19开始生效，哈马斯会伫42天内释放33个人质，以色列嘛要甲差不多1000个巴勒斯坦的政府放出来。到这个时阵，以色列军方嘛会退出加沙人口较侪的所在，而且协助每一天600多台卡车载救援的物资入去加沙，救助当地民众。在第一阶段生效了后的第16天，会是2月初3，迄一天以哈双方要开始第2阶段的谈判，包括第3阶段永久停火协议的内容。剩的要活的人质要安怎甲放出来，也有最后以色列军方安怎完全退出加沙。针对这个无确定性，人质的家属也是感觉即马也毋是庆祝的时阵。It's not a joy. It's a bitter relief, but it's going to be a huge relief. 2023年10月初7，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发动恐怖攻击，引起以色列军方大规模的报复。超过15个月的冲突，造成至少46700个人无命。战火也阁拖去到黎巴嫩、苏伊士运河等等的中东地区。这几个国家对停火协议总算有进展，是拢感觉真安慰。以色列时报引用有参与协商阿拉伯官员的讲法指出，协商会有进展的关键是要就任美国总统的川普，伊派中东特使提名人维科夫，在1月11跟纳坦雅胡见面，才会予以色列妥协的结果。It took President Trump's election to finally shake things up between the pressure he was putting on all parties involved. But the big question is, will this deal hold? Will the Israeli government keep its word? And will President Trump make sure they do so? 那哈马斯这方面，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讲法，哈马斯嘛认同协议是这场冲突重要的路站碑。不过，伊嘛警告讲，哈马斯是绝对袂原谅以色列。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再来看亚洲，这南韩总统尹锡悦即马呢，互人抓去到看守所，昨接受10点外钟的调查，拢无回答任何问题，也拒绝录影。原本今仔日下晡是要第2届的问话，嘛因为健康的问题，转暂时延后。
荷兰逮捕的总统尹锡悦伫首尔拘留所过一暝，本来预定16下晡2点伫简称公调处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继续第二届询问，不过伊提出健康问题，公调处已经接受并予伊延后。韩联社报道，尹锡悦16下晡未接受公调处的调查，伊的律师表示，尹锡悦的身体状况无好，而且15就已经充分表达立场，无需要接受进一步的调查。尹锡悦是伫15早起10点半予人拘留，佮送去伫京畿道果川市的公调处办公楼。经过10点钟过40分的调查，结束了后，予人送到伫京畿道义翁市的首尔看守所。就伫迄天，尹锡悦的支持者聚集伫公调处外口，佮加警方搜索。 만약에 탄핵이 된다면 사법부도 무너진 상태라고 보기 때문에 공산주의나 사회주의로 갈 수 있다고 생각하기 때문에 根据了解，公调处方面准备的询问内容有200多页，尹锡悦对所有的提问拢无回答，佮记载精神过程录影。伊佮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出拘留合法性的审查申请。伊的律师团主张，无内乱警察许可的公调处侦办这个案是违法。 另外，伫伊接受调查这段时间，韩国消防厅表示，有一个差不多60岁查甫人15暗时8点，伫公调处附近烧家己严重受伤。韩联社报道，这个查甫人已经死亡。尹锡悦无出席10时头一届庭审，所以则无正式启动审查程序。根据规定，若做这届尹锡悦搁再缺席，法院会当伫当事人无来的情况下进行审理。 南韩目前局势引起日本甲中国的注意。日本表示，南韓是重要的鄰國，而且目前戰略環境日韓關係無變。他国の内政へのコメントは差し控えますが、日本政府として、韓国国内の一連の動きについては特段かつ重大な関心を持って注視をしております。 中国外交部15表示，无愿意评论南韩内政问题，不过中韩是小隔壁，阁是合作友伴，愿意甲南韩做伙共同推展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好，即马北半球呢是冷基期，也毋过南半球煞拄啊好当咧大热。阿根廷受到热流的影响，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温度是一直咧加悬。专家就来警告讲，这种异常的高温会互这烧气是无通好消透，卡袂着就超过40度。预计伫拜六进前拢会是这款的天气，所以一寡农作物也会受到影响。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礼拜的日头真猛，街路真黑。 行无几步路，汗都擦擦地，车开到一半就故障。有水的所在，客满想要洗凉的民众。水公园内底大细汉囡仔围伫喷水泉边，雨水淋甲规身躯。首都附近，互人列做水污染区域的拉普拉塔湖，出现民众无顾禁令落水耍的情形。规工拢伫望水的洗车业者，也不管天气热甲，毋管洗过较济车，身躯嘛无法度降温。 Ni por más que lave auto, se te va el calor. Es impresionante. 气象预报人员表示，这礼拜的sau风和阿根廷那亲像伫航火炉，高温卡袂着，都是摄氏39、40度。 Esta semana en Argentina estamos viviendo una situación de temperaturas extremas y debido a la persistencia de estas temperaturas extremas también es posible que se declare una ola de calor, sobre todo en lo que es el centro y el norte de nuestro país. 气象人员嘛警告，持续无正常的高温，国加高气压，和阿根廷的天气出现热强效应，也就是和压制落来的小空气会释放更较侪热能，小空气就会停伫烟管内，无法度消透，温度就会持续升悬超过摄氏40度，有一寡所在甚至会升悬到43度。目前就要听候到拜六才有可能落雨，不过气象预告是显示落雨量无济，而且降雨区无伫农作区，阿根廷是 大豆、番麦也有小麦主要的出口国，持续的烧风会影响农作的产量，互看天食饭的农民嘛真烦恼。啊，若伫北半球，美国的纽约州是冰天雪地，西部地区因为乌白效应持续带来更较侪雪量。 即使预测会达到8公分悬，乌白效应是指冷空气伫无结冰的湖水去拄着较温暖的水汽，伫正风的湖边会形成落雪情形。伊利湖甲安大略湖附近区域，连日即几天落雪已经累积达到61公分，最低温是摄氏零下7度。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接着咱要来关心的是，立法院1月2日就要休会啊，也毋过114年的总预算案到当时还无一个结果。知影定也是太真济预算，甲数位部、陆委会也有 NCC 的业务费是抬甲剩1块。行政院长杜英泰是亲身出来说明，强调讲安尼做抬总预算是会互咱的国力变弱。另外呢，这台电2000亿的预算恐惊也会隆重抬掉，财务会受到真大的冲击。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在野党团提出的目前的通三案，我们归纳将造成国家5大弱化。审查预算绝对不是宣泄情绪。杜院长昨下带部会首长有亲情会线，讲若是总预算，互人删减真济，会互国家竞争力、国防、科技、公务人员工作绩效、政府甲人民沟通能力变差。主要是因为114年度中政府总预算也卡伫立法院，不过在野党立法院党团最近表态，会大幅度减列各部会文宣甲业务费用。内委阁点名数位发展部、NCC 陆委会各项业务费，拢会删减到剩1块。两岸交流可能被迫全面停摆，将造成台商投资风险大大提升，连急难救治都难以伸出援手。被删减的有一项就是整个文宣被删减的变成0。也就是说，什么都不能再做广宣。行政院编列拨补台电2000亿预算，在野党放掉全部删除。经济部长郭志辉坦白讲，台电的财务会受冲击。不过电价是不是调整，是由电价审议委员会决定的。另外，针对那样提案，要甲文化部补助公司23亿预算全部删除，嘛互调业又搁论战。预算审查预算是我们的天职啦，可能是删到他们的补助款，所以他们因此而决定要加入罢免的行列，表示他们最在乎的其实也是他们的补助款，不会让我们因此而缩手。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也是很傻眼哦，就是公共电视23亿的所有的预算是全部被删除，将来这些好剧也有可能在这个大笔一挥。因为总预算案目前有3000多案需要表决，国民党立委汪峰仪虽然表态会整合并案处理，提高效率，不过立法院2021日休会，敢有法度完成总预算案3读，引起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好，咱看到即马立法院是当咧新总预算，有国民党立委就来提案，讲要抬行政院性别平等业务的预算，拢总是1600多万，所以算的这业务预算落尾呢是敢若剩3000块尔。有性别团体就发起声明，认为讲呢这造成业务是无法度执行的，呼吁调野的党团唔通通过这个版本。这张预算提案表要减列行政院性别平等业务预算1627万，整体预算剩3000块。这是国民党立委徐欣莹的提案，伊认为社会一直传出性骚扰、性侵案件，行政院煞无作为，所以提案抬预算。针对这个提案，有性别团体发出联合声明，呼吁立法委员以合理、专业来审预算，唔通3读通过这个提案。今年都要进行的，比如说性别平等的相关的民调，然后或者是一些性平业务的研考，那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进行的话，其实也无从去调查起，就是委员在提案项目里面想要提到的，就是到底现在的台湾的性平的推展碰到什么样的困境。性别团体认为，这个提案理由太过老草，认为若要抬减预算，要把具体的理由写好清楚，也当选择用冻结的方式来处理，不一定要像安尼抬到剩3000块。对此提案的立委徐欣莹强调，这个提案未是上尾通过的版本，是希望行政院会当来好好说明业务改善的做法。预算提出来之后，相关单位一定会来说明，而且沟通。那我们会看情况是不是做调整。行政院对一个人体来说，整个国家机器它是属于脑的部分，你要好好的来做这个指挥监督跟整个的这个运作。徐欣莹讲，这摆提案抬减预算，是希望行政院认真面对问题，要详细说明要安怎好好扮演指挥其他部会性平业务的角色。每处经过说明，立委也会调整预算的提案，讨论出上适当的预算案。记者郭林卓凯台北报道。
再来看这进前呢，有中国的货船驶来咱嘉南港的外海，甲咱的海底电缆甲带好长。最近又搁有另外一只蒙古籍的货船，这行踪嘛真奇怪。国安局长蔡明干是表示讲，最近3档每一档这海底电缆拢会断7、8届，大多数拢是中国创的，所以会来设一个资料库，也会加强巡检。中国宽基轮顺兴39号进行涉嫌搞断嘉南港外海的海底电缆，目前唔知去倒。另外一只蒙古籍宝顺轮嘛，互人发现伊航迹无正常，佮加上最近这几天又搁驶倒来偏加苏北方，也引起关心。海底电缆是关键的基础建设，立委关心顺兴39号过去1个月伊航线可疑，背后是不是有政治目的？海巡事先是不是有发现各样嘞？真的是来这边要卸货吗？之前进港的资料来查询那事实上他进基隆港有在装卸大量的冷冻食品、大量的冷冻货物。中午接到报案的时候，我们立即要求他到基隆外海配合，他也配合了。那天海象不好，我们完成搜证之后，因为它不是现行犯，距离案发有9个小时，所以我们没有立即查扣。台湾市区内有14条国际海缆、10条国内海缆。最近3年，平均逐年有发生7届至8届的断缆。国安局长蔡明安则来表示，包括大量抽山、地输海缆现出来损害，也有渔船拖网带断去，大型货轮落定时阵损害，也有宽基轮伫做阿护活动。这拢是较无法度处理的威胁新形态，会立做应该处理的重点。多数都是受到中共国籍的海缆来造成破坏，中共籍的船舶以及可能中共的船舶挂到第三国权益轮的这种名义到周边海运活动的状况，这部分是我们接下来主要查处跟收集情资的重点。一旦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想我们海巡会先出去。那如果海巡需要海军策应的话，我想我们也会出去一起协同。针对安怎强化海缆的韧性，跨部会共同合作。海巡甲国军会加强海缆四周围海域重点巡检，共同建立可疑船只的资料库。国民党立委陈永康建议，应该建立共同平台，掌握船只的动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的是，台北市要抓假酒赛车，这新的规定是针对犯3届以上的台北市民，会将你的相片放大7倍，而且公布出来，也搁搭伫个厝边头尾甲管区的派出所。有民间团体是建议讲，除了公布相片，应该也爱加强验酒甲解酒的医疗辅导。过去啉酒开车的名单只敢若公布伫咧网络顶，为了要做到酒驾零容忍，台北市即有新部署，对酒毒驾累犯3遍以上，并且涉及伫台北市的人，将会因 A4 大小彩色相片公告伫咧邻里公布栏，也有派出所的公布栏。为了要加强辨识度，相片会放大7倍，希望利用民众见效的心理，加重吓惊的效果。1次就可以印出来了，等到3次的话，死多少人呐？但是贴在公布栏也要他有羞耻心呐。没有羞耻心的人的话，你公布10张10次，他也没用。我也不会去看公布栏呐。那我是觉得这个效果应该不会很大。根据台北市交通裁决所所统计资料显示，112年酒驾立案数目是10333件，113年立案数目是8572件，最近这2年有小可较下降。民间团体建议，除了公布相片以外，也要积极做到医疗转介。那我们也是做全国首创，那我们会再额外印制彩色 A4 的海报，然后发放给区公所，再跟其他单位来讨论，看看说有没有其他的场合也可以提供给我们来做这个累犯资讯的巩固。如果他真的会有这样子重复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心理上的成瘾生理上的成瘾性可能有一定的可能性，要比较积极的，可能要去转介看他是不是有酒瘾问题。裁决所也提醒民众，照即卖法规，只要若是酒驾违规，除了高额的罚款以外，也佫会吊扣驾照。警方会当场吊扣牌照2年，也佫大保管车辆，民众千万要注意。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诈骗有影是抓袂离呢。这警政署的统计，去年第4季发生1600多件500万以上的诈欺案，是诈欺总数的3.1%。这其中是以假投资上界严重。来看新北市南口呢，就抓到一桩假投资的诈骗。这受害者就是因为相信网络的投资的广告，结果煞互人骗360万。哦，下次。
警方拍开汽车车门，要求诈骗集团的车手落车投降。伫车路对峙大声喊掠人，警方伫车路甲诈骗集团的顶人压制伫涂骹逮捕。代志起因是去年11月，有一个查某囡仔伫面册看到股市投资广告，刷去诈骗集团以高报酬投资怪气，先后2届汇钱2届面交，互人骗走360万。警方找源头追查，掠到诈团出钱的金主，解决乌金的金流。勿轻易相信网络投资广告，点击不明连结或简讯。若投资平台出金小额汇款，以假象换取被害人继续投资，请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洗钱户。警政署统计，去年第4季拢总发生1677件500万以上高财损诈欺案，占诈欺总发生数3.1%，不过损失金额拢总达到211亿外，占总财损金额的56.9%。前3名是假投资、假交友投资、加假减境诈欺。若是假投资的部分，为职业来看，受害者有3成是退休换家庭的，也甲无工作的人。我们会积极去找寻潜在的被害人，从金流里面查找，可能有部分他可能刚开始被骗，那我们会很积极的联络他，说提醒他可能被骗。警政署嘛提醒，假交友投资的被害人，往往按2个月以上，甚至200外天的时间，才会知影去人骗去。会加强找出潜在被害人，达到事先阻止，也是防止财损扩大，协助民众顾好金钱。记者综合报道。即卖是岁末年中，大家拢咧食买鸡，袂少人抽到手机啊，也是家庭用品会摕去线顶来甲卖。也毋过呢，嘛有网友来反映讲，有拄到买鸡奖品的诈骗，业者就来提醒讲，民众若准备买人食买鸡所抽到的家庭用品，应该得先注意，敢是捌互人拍过。也那治安专家也表示讲，若要有保障，要是伫一般平台去买，较无风险。点开面册，伫买个春手奖品的社团内面，加侪智慧型的手机啊、电子炉，也是百货礼券，拢变到民众摕去卖的商品。这拢是买个抽到的奖品，但是用袂到，还是无实用，都互摕去卖啊。收到那个礼券的话，因为我们有时候时间上还有那个距离比较远，我们就想说，可能就转卖，可能会打个折吧，不会原价卖。收到住宿券之类的，没时间住就会转卖，不要卖太贵就好。先参考别家卖场，跟它差不多这样。对着买个奖品的民众表示讲，为着较紧甲买个奖品卖掉，常常拢会拍折来卖，安尼真紧就会当卖掉。但是有专家提醒讲，若你伫网络买到这买个家电产品，有几个要点是一定要注意。第一，先看商品的外箱是否完整。收到商品的外箱时，要记得把它打开，检查内部的商品是否为正常，再检查商品保证书。逐摆到这铺，真侪人甲买个奖品提出来卖的时阵，民众嘛真欢喜，会当买到较俗的介绍。不过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民众上想要爱的买个奖品，第一名是现金、智慧型手机啊、汽车、百货礼券和奥多拜嘛拢伫内面。上无想要爱的是调味酱料礼盒，公司家己的产品也是服务、健身体验馆、David礼盒和美容体验馆。你真的要买卖这个，事实上可能比较好的方式是要到这个一些购物的平台。那你在买卖的时候，最好是确定一下你买的这个卖家本身是不是有通过验证。治安专家提醒讲，若民众想要买个奖品，上好是卖伫面册，也是 IG 在社群平台，来避免假售后的交易，尽量选有验证的卖假的平台，才会当提升保障。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年假这前后加起来是拢总有9天遐尔啊济，真侪人呢拢要出国来佚佗，所以桃园机场甲日本13个机场来合作，对今仔日开始是连续28天，这旅客的日本通关程序拢会当伫台湾这边就承办好势，互通关的过程会当愈方便嘛愈省时间。农历新年伫要到啊，9天连假，真侪人拢计划出国佚佗。日本搁较是大部分台湾人上爱去的所在。桃园机场甲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合作，办理台日机场入境事先确认作业，节省日本入境通关的时间。实行头一天，旅客拢感觉真满意。因为我是去很多趟日本，觉得那边蛮打水，他说这样会比较快，我就试试看第一次。我觉得很好啊，如果进去就可以直接入关，应该就蛮快的。反正我们都会提早到的话，那如果这个可以分流，我觉得也不错。透过护照的确认、翕面部相片，也有持指模这作业，袂少旅客伫候机室等待登机的时间，就会当先办理入境事先确认，转停较免5分钟。到日本机场了后，只需要搁再确认是本人，完成入境事先确认的认证，安尼就会当快速入去日本。
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呢，能够有效的解决日本小型机场的相关的运载量。这个春节限定的日本预先通关措施，即马开始到2月12日，拢总28天，16条航线134个航班，延续去年函馆、旭川、秋田等8个机场以外，今年佫新增加冈山、茨城、宫崎等5个机场，拢总有13个特定机场。乒乓协会嘛认为，会当有效减少日本小型机场向真侪旅客到位所造成的海关人力负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年节就要到啊，所以各县市嘛开始咧分敬老礼金，其中伫咧彰化市这70岁以上，而且户口伫遮满6档的时段，是会当领到6000块的红包。今年计共是会分出1亿8千多万，这是28档来上侪金额。公所伫咧分礼金的时阵，搁请警察来倒顾，互正百位工作人员会当安心算钱，甲新春的大红包送互时代。一沓一沓的现金，机器点好，换人工算钱。年要到啊，彰化市公所第16这天发年节敬老金，只要满70岁，而且户口设伫彰化市满6年的时段，就当领到6000块的红包。以前2万多人尔吼，即马已经今年首度突破3万人了。在战后的婴儿潮首度突破3万人，但是咱的税收增加了吼，因为咱招商成功，税收增加。市公所表示，这几档透过招商、停车场的设立，佮有遗产税加袂少收入，也让台湾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也反映伫敬老金顶悬。彰化市今年计共发出1亿8289万的年节敬老金，是28年来发上侪钱的一摆。排队领到现金的时段，大家拢笑开开。来欢喜好过年。大家用啦，大家人无用较紧啦。要食要用要孙拢通通可以。彰化市今年有34882位的时段会当领到6000块的大红包，其中7成5的时段选择汇集口罩，2成5的民众选择领现金。剩无半个月，就是旧历过年咯。各县市政府拢开始发年节敬老金，要互时代摕红包、添喜气，好过年。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这新年头旧年尾，就是要来求一个好彩头。伫咧台南市永康国小是来办新春弄关的活动，互囡仔用台语来过3关。另外呢，这中斗顿佮特别穿代表团圆的红小腿裤，佮代表好彩头的菜头汤，互囡仔会当哪耍哪了解咱台湾过年的文化，也来感受迎春的气氛。旧历春节连米到，台南永康国小的囡仔，大家对老师咧留台语过年的吉祥话，准备要唠台语过3关，展现这学期台语课的学习成果。3个关卡的弄关迎新春活动，除了用考证祈福来练捌传统的过年习俗，把教囡仔新正年头的拜年好话。我学到苹果是平平安安，彩头是好彩头。过年时啊有一寡吉祥话，咱会透过这个食物。也是咱普通时啊看会到的物件吼，来学咱囡仔来学咱过年的吉祥话，透过这个学习这个健康食品，而且互囡仔知影讲咱物件食物的力量。永康国小佮特别设计应景的中斗顿，拄刚咧控红烧腿裤，用大火甲煮好烂，佮加寡土豆落去，厨房内底香公公，边佮有一鼎菜头汤咧滚，为学校充满过年的气氛。校长安福定表示，学校特别甲春节传统甲新农教育做结合，要互囡仔透过饮食教育感受过年的了解。红烧蹄膀，伊就是代表富贵团圆，然后这个菜头汤就是代表好彩头，茂骨干，这就是代表大吉大利的。校方讲，希望透过这种趣味活泼的方式，互囡仔更加了解台语甲咱传统的文化，嘛，互因伫过年时会当参时代用台语交流，传承咱的母语。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高雄市逐档拢有4万人去考乌多摆的驾照，也毋过呢，规个高雄市敢若12大免费的练习场，这
民代呢是代表讲，安尼是上过头少啊。也那监理所是表示讲，其实只要有空间，拢会当来设练市场。也毋过，也是鼓励民众去教训班练骑车，补助青沙，而且这场所嘛更较安全。第37秒是奥多拜考照的第一关，不少民众会来监理所练车顺续考照。高雄当年有4万多人考奥多拜驾照，但是高雄敢若12个免费的练习场，其中7个拢是较庄脚所在家己画，4个是监理所的。上班时间才有开讲，亲像这个少年囡仔，都因为来时间唔对，直接公啊等。还没有看过真实场地来看一下，因为我家附近公园就是那种，就是绕来绕去而已，就是没有那种真实场地。地方认为奥多拜考照的练习场不足，监理所讲，其实练习场无需要申请，只要地方有所在，拢会当家己讨规价来画。林恒供应庙头前的庙埕都有一个练习场，边仔店头家讲，常常有人来练车，不过也不时看到发生意外。高雄区监理所是建议大家参加教训班考照，安全利便，还会当领到1300块的政府补助。遮足侪拢来遮练。啊，来练啊，因练的，你感觉会不会发生较特殊的代志？有啊，边仔的车拢会停车，啊，伊拢会弄到边仔的车。有看过一场弄到边仔的车，啊，有伫遮冒摔到的。啊，为教训班去训练呢，其实咱会当减少咱违规的风险啦，大概当降低了吼，大概违规个大概5-9%，啊，若是因为骑出去发生意外，当降低大概36%啦。高雄有登记的奥多拜数量是全国第2。去年高雄监理所考照有43128人次，其中敢若6380人是参加教训班的。虽然甲3年前比起来增加1倍，不过比例才14%，也是伤低。监理所讲，到今年的11月底进前，也阁有1300块的补助，请民众多多利用。记者柯家柱、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咱拢知影讲，这喙空感的患者甲互会伤着的人，因的面容呢，拢会有一寡空喙，也是伤痕，这也互因较歹找头路。为着要照顾因的生活，这民间团体就伫咧家己成功的服务据点来开课，教因做手工的纱纹，希望讲因毋但会当增加收入，嘛会当增加自信。替长辈上课志愿大哥，正认真咧注意长辈做手工纱纹的过程。因是永康基金会的志工，嘛是因为喙孔癌，也是因为血小有去伤到面容的人。因伫基金会一档的培训了后，毋但开发手工纱纹的产品，嘛开始加入社区举办课。咱的面，若是变去，迄对咱一个人来讲是足大影响。但是因需要就是社会参与，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代志，袂使互人一个去用帮助的人，永远拢是留在迄个去用帮助这个角色内底。因为疾病也是火烧烫着以外伤着面的人，除了影响因甲外人的交流以外，医疗复健的过程，嘛互因食头路无遐尔简单。永康基金会就甲新港强乐实地社区服务据点合作，开课教因功夫，嘛互大家互相陪伴。互咱遮还有的大哥甲咱的头大人，就是做一寡互动。其实今日咱互遮口腔癌一寡患者，就会当行入社区内底，而且看到因的功能，佮看到因佮有足价值的一个能力。像讲学了这个功夫，会当处理学校啊，也是迄个活动中心啊，啥个教人做纱纹，感觉讲爱家己的人生，过了真快乐安尼。基金会表示，朋友的身体或者是皮肤无法度受到刺激，所以才会开始接触手工纱纹。因刷来的目标就是要来申请卖家己做的纱纹，配合身体状况来接受订单。希望豆豆改善朋友的生活，嘛会当鼓励拄着同款问题的人。记者李慧婷家己报道。再来看土耳其最近是查到一件动物走私的案件，是成功把一只5岁大的猩猩仔囝甲救回来。目前是暂且互人安置伫咧动物园，未来会看看甲放转去生态地。另外呢，伫咧南美洲的秘鲁也发现有人是非法甲龟掠来卖，目前官方已经掠到3个嫌犯。规身躯乌色的猫真好奇走来走去，土耳其官方最近查到一个动物走私的案件，成功救援一只5岁大的囡仔大猩猩，号名做蔡金，意思是囡仔。目前已经交予医术担保一间动物园来照顾。Güreşmeyi çok seviyor. Hatta 2 bakıcı olarak bakıyoruz. Biz herhangi birimizi yendiği zaman üzerimize çıkıp şu bildiğiniz hareketi yapıyor. Zaferini kutluyor yani öyle söyleyeyim.
肇事集团本底是打算甲蔡金对非洲运去泰国的曼谷，结果伫个土耳其伊斯坦布转机的时阵，就互官方查到。目前伊已经适应动物园的环境，健康的状况嘛真好。除了甲伊小燕，阁会抱牛奶罐仔啉牛奶，真正有够古锥的。未来动物园的看状况，甲伊带转去原生的生态地。同款是走私动物，南美洲的秘鲁是救援164只庄头母公遐尼大汉黄头边颔滚龟。¿No? Y habita naturalmente las cuencas de los diferentes ríos amazónicos, ¿no? Entonces, estas tortugas son extraídas ilegalmente para ser comercializadas en diferentes departamentos. 黄头边颔滚龟红叫做是忍者龟，红叫做叶龟物种，但是因为细粒子的外形，颔滚阁有特殊的黄斑，嘛是有真侪人甲伊当作宠物在饲，大家会当卖到500-600块的台票。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那明仔载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2度到17度，中部地区是10度到21度，南部地区11度到23度。东部地区是13度到20度，外岛地区8度到16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这是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